百風山下由益通風情上乘特約播出。益通風情上乘，25萬平米加拿大夢想城，擇一城終老，遇一人白首。海關旁夢想家，867505788888。平民視覺，用心表達。百風山下，大事小事，事事關心。上村有漁民用山埃毒魚，漁政大隊加強打擊執法力度。冷氣南下，農戶加快收割成熟晚稻。平民視覺，用心表達，大事小事，事事關心。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10月30號嘅百風山下。近日微信朋友圈當中，一則關於上村有人用山埃毒魚嘅消息喺度流傳，引起咗我市唔少市民嘅關注。詳細情況係點呢？我哋去睇一睇。上週日，一個名為深海戰士嘅微信公眾號發佈咗一則上川島出現漁民毒魚嘅消息，並配上咗3段視頻。從視頻畫面可以見到，海上一艘淺藍色嘅三毛小漁船上有3名男子正在捕魚，其中身着住白色衫嘅男子正在用撈網將漂浮喺海面嘅魚撈起。視頻拍攝到三毛小漁船周邊漂浮住大量海魚呢一個現象，就可以判斷船上嘅3名男子正在非法捕魚。呢則消息喺短短幾日時間之內就已經有超過3萬次嘅閱讀量，同時喺微信朋友圈上被多次轉發。唔少市民對於呢一種非法毒魚嘅行為表示強烈譴責。據了解，漁民毒魚係先用山埃將魚毒暈，再進行捕撈。呢度所講嘅山埃亦即係氰化鉀，對人體健康有危害，吸入口服又或者經皮膚吸收都會引起急性中毒，嚴重嘅仲有可能會令人猝死。另外，呢種非法毒魚嘅行為仲會影響到漁民嘅正常捕撈作業。到呢地方咁冇魚㗎，全部死㗎，冇回作㗎。上川毒魚嘅呢一條消息唔單止引起咗民眾嘅廣泛關注，同時引起咗川島鎮政府以及市海洋與漁業局嘅高度重視。今日上，百風記者去到上川島了解相關部門嘅執法進度。記者了解到，市漁政大隊接到消息之後，馬上開展相關調查。海洋漁業局呢，也是收到這個消息之後呢，立即組織了相關的執法力量，對相關的海域跟所涉及到的漁民的村委會進行了調查。對相關海域執法的過程當中呢，我們因為沒有現場查獲這種捕魚的這種現象，沒有就是，然後根據網上所反映的視頻啊，我們也進行了認真的甄別跟分析。但是因為視頻所出現那種船舶是屬於那種商務船，沒有船號，我們不能根據這個視頻，然後提取到相關的有力的證據，對這個事件進行處理。市漁政大隊相關負責人介紹，毒魚、電魚等嘅非法捕撈行為係漁政執法工作當中嘅打擊重點。但係由於出海毒魚嘅漁民通常會挑選比較偏僻嘅海域，而且一旦發現執法巡查，會馬上將用非法手段捕撈嘅魚全部掟翻入海入邊，因此取證難成為咗執法路上嘅障礙。毒魚這種現象在全國也是偶有發生，我們執法部門呢也一直對這類毒魚現象有進行執法檢查。現在上川這個毒魚事件呢引起社會的關注，我們市局領導也是高度重視，組織大量的執法力量對相關海域呢進行了執法檢查。接落嚟，相關部門將會繼續加大執法力度，打擊非法捕撈，同時加大宣傳力度。我們也希望廣大漁民能夠在出海或者在發現這種現象的時候，及時向我們相關部門進行舉報，而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現場的證據，供我們今後開展調查工作呢提供有力的幫助。我們的舉報電話是075055761199。毒魚唔單止嚴重污染海洋環境，食用呢一啲毒魚仲有可能會危害我哋嘅身體健康。希望廣大市民不參與毒魚，抵制毒魚。發現有人毒魚要及時舉報。再嚟關注下一條新聞。目前一股中等強度冷氣正在南下，預計今晚抵達我市。
咁由於目前正值我市晚造嘅收割季節，咁冷氣嘅到來對收割有冇影響呢？我哋一齊去關注一下。琴下午，記者嚟到斗山鎮福祥村委會嘅稻田之間，大片金黃色嘅稻谷隨風擺動，一望無際。現場可以見到有個別農戶係開住收割機收割佢哋嘅晚造㗎。佢哋話會爭取喺呢一兩日將全部成熟嘅晚造收割完，避免冷空氣同雨水嘅到嚟造成減產。呢度嘅農戶同記者講，喺晚造抽穗揚花同結粒期受颱風彩虹影響，稻谷長時間受雨水衝擊，又或者受浸，導致生長受挫，出現穀粒唔飽滿、空殼同發黑等嘅情況。因此今年晚造嘅收成並唔理想，畝產普遍喺500斤左右，比去年下降咗唔少。部分稻田甚至出現咗絕收嘅情況。冷空氣嘅來襲勢必會影響晚造嘅收割同晾曬，完全成熟後嘅水稻乾弱穗重，喺風雨嘅作用之下容易倒伏，穀粒有可能會發芽霉變，嚴重影響收割效率同稻谷質量。因此農戶都希望喺冷空氣到來之前搶收已經成熟嘅稻谷。又快啲搶收啊！趁雨先來啊！係啊，要熟收咗佢，未熟遲啲咯，熟咗嗰啲盡量搶收咯。據氣象台預報，今晚抵達我市嘅為一股中等強度冷氣，氣溫下降5到6攝氏度。11月1號到2號最低氣溫可以降至17攝氏度左右。另外31號到11月1號，沿海北風加大至5到6級，陣風8級。農戶可以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進行應對。對於部分特別晚熟嘅稻谷，可以增施部分葉面肥，提高氈粒重。對於已經成熟嘅晚稻，應該揸住雨歇間隙，及時搶收，避免大風降雨造成倒伏生芽嘅情況。冷空氣到來，市民都要注意添衣保暖，以免生病。再嚟關注下一條新聞。眼患奇疾少年陳超活嘅情況，經過本台嘅報導之後，得到各界愛心人士嘅關注。今日有人去探望佢啦。上午9點幾，懷住單位員工嘅愛心，台山農村信用社一行人嚟到陳超活家中，為佢哋送上愛心捐款。據了解，呢一次係台山農信社團委自發組織嘅員工捐款，共有900多人參與，收到善款24000多元。超活爸爸話：而家正同北京嘅眼科專家聯繫，確定日期就立即起行。通過就百風山下呢個欄目呢，就了解到呢個情況嘅，即係知道陳超活呢，就得咗呢個小朋友得咗呢個病，咁呢，佢先至咁年後生，睇到佢先15歲，佢嘅人生先啱啱開始，前邊嘅路仲要好長，所以呢，我哋就喺我哋單位呢，即係做咗一個內部嘅倡議，即係呼籲啲團體嘅員工啦。可以就伸出佢哋援助之手，即係幫助呢個家庭同埋呢個小朋友渡過呢個難關。好多謝大家咁多位愛心人士，但係講我咁多人支持我同我個仔，我不論如何，我點都要同佢睇到口為止。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就到呢度。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風網3w.tsp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風網微信。最後祝大家週末愉快，我哋下星期再見。曾經走遍世界，先懂得家係心中永遠嘅港灣。大家族嘅聚居首選，台山碧桂園，9年積澱，如詩如畫嘅山水大城，酒店、學校、商業等一應俱全。全新白鷺灣二期230至260方山水美穗，幸福里86至139方壓軸精裝洋房，璀璨綻放。碧桂園給你一個5星級的家。